各位老友記大家好，歡迎嚟到麥玲開運堂。今日我哋唔講常規風水，今日講2026最兇險嘅丙午鬼月保命指南。如果你或者屋企人係喺龍龍呢3個月出世，今年8月你隨時極易撞邪生大病，甚至做錯事令荷包大出血破大財。今年水火相沖極度猛烈，好多人踩中禁忌，幾十萬積蓄在一夜之間化為烏有。想知自己有冇中招？點樣一朝轉危為安？即刻點讚、訂閱、開啟小粒彈，我哋即刻開講。因為2026年呢個鬼月絕對唔係一般普通年份嘅鬼月，佢係幾十年難得一遇極度兇險嘅水火激戰期。如果你唔知自己嘅命理底細，隨便犯咗禁忌，唔單止好容易遇到啲不乾不淨嘅嘢，更加會令你嘅荷包大出血。積聚多年嘅辛苦錢在一夜之間流失晒，甚至連健康同家宅平安都守唔住。好多人平時都會問我，玲玲師傅啊，每年都有農曆7月鬼月啦，點解你偏偏要喺2026年發出咁嚴重嘅預警，甚至要特登拍一條咁長嘅影片提醒大家？大家聽住啦，2026年喺天干地支入面係丙午年，丙係天干嘅陽火。午係地支嘅極火，呢個喺玄學古籍入面叫做赤馬紅陽劫，係一個火氣極度旺盛、能量極端爆裂嘅年份。但係一去到公布嘅北月仲旬開始，即係龍龍7月鬼門開嘅時候，天地間嘅陰氣瞬間抬頭，成個大環境嘅磁場會出現極端嘅陽極生陰，水火相沖。火喺五行入面象徵住情緒、急躁、衝動同埋血光。而鬼月嘅陰氣就象徵住混沌、迷茫、病痛同埋無形嘅負能量。當呢兩股極端爆裂嘅能量喺2026年8月互相強烈碰撞嘅時候，我哋人體嘅腦電波同埋氣場最容易出現漏洞。人一無精打采，磁場一弱，不單止容易招惹到啲無形嘅氣場同不乾不淨嘅嘢，更加會因為思維混亂、判斷失誤而做錯重大決定，引致官非從身、意外跌傷，或者喺投資上出現大慘敗。今次我特別為大家深入分析，到底有哪3個龍流出生月份嘅朋友最需要提防，同埋有3件鬼月期間萬萬不能做嘅破財大忌。如果你聽完之後發現自己或者屋企人中咗，千萬唔好慌張，因為玲玲喺影片嘅後半段亦都會手把手教你點樣用最簡單嘅方法去化解，幫你平平安安度過呢個危險期。首先我哋嚟講第一重頭戲，到底農曆哪3個月份出世嘅朋友喺2026年丙午年嘅鬼月最容易惹嘢，最容易運勢低落同埋破財。第一位最危險、最需要提防嘅就係農11月出世嘅朋友。喺五行八字嘅體系入面，農曆11月係子月，只代表住天地間最強烈、最寒冷嘅水；而2026年係丙午年，午代表最強烈、最旺盛嘅火。子水遇到午火，喺玄學上叫做子午正沖，呢個係12地支6沖入面最厲害、最烈、最具破壞力嘅一組碰撞。水同火直接對沖，反映喺我哋日常生活入面，就係代表住情緒極度不穩定，精神狀態忽高忽低。去到8月鬼月，外界嘅陰氣夾入咗子水嘅冷酷同混毒，令到龍龍11月出世嘅人喺呢段時間嘅個人能量場會降到全年嘅最低點，特別容易招惹到啲陰柔嘅氣場。龍11月出世嘅朋友喺鬼月期間最容易遇到嘅情況，就係夜晚特別容易發噩夢、鬼壓床，甚至去到一啲陰暗、通風差或者人煙稀少嘅地方，會突然間覺得背脊發冷、頭暈眼花、雙腳發軟。更可怕嘅係子午相沖會直接沖克你嘅心血管系統同埋神經系統，令你喺工作或者揸車嘅時候精神無法集中。我過往處理過好多真實案例，龍11月出世嘅朋友喺呢種水火相沖嘅月份夜晚揸車，好容易因為一瞬間嘅眼花或者恍惚，睇錯交通燈或者覺得路邊有黑影閃過而急剎車，結果撞到路邊石渠或者同後車相撞，不單止嚇到半死，身體受傷，隨時要賠一大筆車收費同醫療費，荷包即刻大出血。如果你係龍龍11月出世，鬼月期間夜晚10點之後，千萬唔好喺街度流連，更加唔好去海邊、水上樂園舊樓或者山林夜行，一定要好好保護自己嘅陽氣。
第二位需要極度提防嘅係農曆7月出世嘅朋友。農曆7月本身就係我哋俗稱嘅鬼月，喺呢個月份出世嘅朋友，往往天生感應力就比普通人強，五感特別敏銳，甚至有人俗稱叫做八字比較輕，能量場比較透光，或者天生有陰陽眼嘅傾向。平時可能你只係覺得自己直覺好準，去到奇怪地方會心跳加速。但係去到2026年丙午年嘅鬼月，因為外界極端嘅水火激戰，會徹底打亂你原本嘅能量平衡。6、7月出世嘅朋友喺8月鬼月期間最容易遇到嘅情況，喺玄學上叫做同氣相求，意思即係話你嘅磁場同外界嗰啲無形氣場太過接近，太過頻率相同，好容易成為佢哋附住或者騷擾嘅對象。你可能只係去咗一次醫院探病，參加咗一次喪禮，或者夜晚去咗舊區夜市，返到屋企之後就會立刻無緣無故發高燒、嘔吐、全身酸痛，或者情緒突然間極度低落，想無故哭泣。呢種情況喺玄學上就係撞邪同埋招陰嘅典型徵兆。當你嘅身體同精神被呢啲負能量入住嘅時候，你嘅財運亦會跟住一落千丈。你可能會因為身體不適而無法正常返工，錯失重大嘅生意外賣，甚至因為情緒失控，喺公司同老闆或者重要客戶大吵一場，直接被解或者丟失長期訂單。更加有人會因為想解心結，盲目相信一啲江湖術士，結果被騙去大筆積蓄。所以農曆7月出世嘅朋友，鬼月期間如果一定要去醫院或者參加喪禮，返屋企之前一定要去人多陽氣盛嘅地方過一過神，或者用柚子糜、黃皮卜洗手洗臉切記，唔好將外面嘅負能量帶返屋企。第3位要特別留心嘅就係農曆1月出世嘅朋友。農曆1月喺玄學入面係人月，人屬於木，木能生火。當農曆1月出世嘅人遇到2026丙午火年，就會形成人午半合火局，火氣太旺，代表住火爆、焦躁、衝動同埋失控。去到8月鬼月，外界嘅陰氣同你體內過盛嘅火氣互相拉扯，會形成一種非常奇特嘅陰陽失調，叫木火焚身。農曆1月出世嘅朋友喺呢段時間最容易惹嘢嘅方式，唔係直接睇到無形嘅嘢，而係你嘅性格會變得非常衝動、易怒、失去理智，好容易被一啲身邊嘅小人或者負面磁場附體同埋操控。你可能會喺鬼月期間突然間覺得整個人好煩躁，看任何人都不順眼，喺屋企同屋企人大打出手，喺外面同陌生人因為少少摩擦就發生肢體衝突，引來官非非甚至入獄。更嚴重嘅係火氣過旺，會讓你產生過度嘅自信同盲目嘅貪念。農曆1月出世嘅朋友喺呢個鬼月極度容易落入詐騙集團嘅陷阱，或者喺股市、加密貨幣、房地產市場入面衝動投機，甚至開高坑做賭注，結果一落手就買喺最高位，隨時幾十萬甚至上百萬嘅積蓄，在一夜之間蒸發化為烏有。呢種破財係最傷元氣嘅，所以農曆1月出世嘅朋友，鬼月期間一定要記住一個字，就是忍。凡事冷靜3分，唔好做任何未經深思熟慮嘅投資決定，更加唔好跟人盲目合夥創業。講完最危險嘅3個出生月份，接下來玲玲要同大家講講喺2026年鬼月期間，無論你係幾多月出世，有3件事係大眾絕對唔可以做嘅大忌。呢3件事如果你做錯咗，不單止會招惹禍端，更加會讓你自己嘅荷包大出血。第一件絕對不能做嘅大忌，就係夜晚帶二手嘢、古著、古董或者來歷不明嘅舊物件返屋企。好多年輕人好平時，好喜歡買二手名牌包包、古著衣服、古董家具或者二手車。但我同大家講，物件係有記憶嘅，喺玄學入面呢個叫做物體殘留氣場。二手嘢或者舊物，佢哋長期接觸前主人嘅氣場上面，往往附住咗前主人嘅喜怒哀樂病氣，甚至係前主人臨終前嘅負面能量同怨氣。去到8月鬼月，空氣入面嘅陰氣最濃烈，呢啲舊物就最容易成為無形氣場嘅寄居所同埋避風港。如果你喺鬼月期間，特別係夜晚7點太陽落山之後，將一啲二手古著、二手包包或者舊家具買返屋企，你等於係將一個未知嘅負能量源頭直接搬入自己嘅命理、玄關同埋財位。
我曾經處理過一個非常典型嘅案例，一位女士喺鬼月期間喺網上買咗一件古著名牌大衣返屋企之後，全家人就開始接二連三咁生病，晚上仲經常聽到衣櫃傳出奇怪嘅敲擊聲同埋腳步聲。最可怕嘅係佢先生嘅生意喺短短1個月入面連續丟失咗3個大客戶，公司資金鏈斷裂，損失咗過百萬。最後查出嚟就係因為嗰件二手大衣嘅前主人係因為重大變故離世，衣服上面帶有極強嘅殺氣，所以喺2026年鬼月期間，大家一定要忍住手，千祈唔好買或者帶任何二手舊物返屋企，想買都要等過咗龍馬7月先。第二件絕對不能做嘅大忌，就係喺鬼月期間衝動做重大嘅財務決定，簽訂大合同或者投資新項目。玄學上講，鬼月係陰陽交替、天地磁場最運怒嘅時期。喺呢段時間，人嘅大腦同思維往往會受到運毒氣場嘅影響，出現所謂嘅鬼月迷魂局。你平時好清醒、好精明嘅頭腦，喺鬼月期間好容易變得盲目跟風、聽信鬆言或者極度情緒化。特別係2026年丙午年水火相沖嘅力量非常強大，好多看似前景一片光明嘅投資項目、股票內幕消息、回報率極高嘅理財產品或者合作生意，背後都隱藏住極大嘅陷阱、合約漏洞同埋詐騙局。如果你喺8月鬼月期間衝動咁簽下購房合同、商業合作後議，或者將大筆資金注入未知嘅市場，甚至借錢俾朋友，你十有八九會遇到騙子不誠實嘅合作夥伴，或者市場突然間大逆轉。呢種做錯決定帶來嘅破財往往係致命性嘅，甚至會讓你背負重重，財無半生不得翻身。玲玲建議大家任何重大嘅財務決定，最好拖延到農曆8月，即係公後嘅9月中旬之後，等天地磁場平復，自己頭腦清醒嘅時候再做決策，咁樣先可以保住你嘅血汗錢。第三件絕對不能做嘅大忌，就係喺鬼月期間動用家居嘅陰位、三煞位，或者私自進行家裏嘅打牆、種孔同埋大裝修。家居風水入面每年都有特定嘅吉位同凶位。2026丙午年三煞位同埋五黃大煞位都有其特定嘅方位，例如正南同正北方位，而家居入面光線最暗，通風最差。平時很少有人活動嘅角落就係俗稱嘅陰位。喺平時如果你動一動呢啲位置，可能只係小心病或者心情不好，但係喺鬼月期間天地陰氣最重，如果你喺屋企嘅陰位或者煞位打牆、種孔、動土，甚至大範圍搬動重型家具，你就係直接驚動同埋煞氣爆發。煞氣一被驚動，最直接嘅受害者就是屋企入面體質最弱嘅人，例如老人家同小朋友。佢哋會立刻出現急性疾病、意外跌傷，甚至需要住進重症病房做手術，醫院嘅費用動用成千上萬，這就是典型嘅因犯煞而導致嘅荷包大出血。另外，動咗家居陰位亦會直接破壞你屋企嘅財富風水，導致全家人嘅財運出現漏斗，收入減少，支出暴增，意外賠償不斷。所以喺鬼月期間，家居環境宜靜不宜動。任何修行、裝修、安裝冷氣或者大型家具嘅搬動，都請務必忍一忍，等鬼月過咗之後再獲吉日進行。聽完上面講嘅危險月份同埋3大禁忌，我相信好多朋友此刻心入面都會有點擔心，甚至開始緊張自己或者屋企人會唔會中招。大家千祈唔好驚慌。玲玲成日同大家講，知命才可以改命。防患於未然才是玄學嘅真正智慧。既然我哋提前知道你2026年鬼月嘅危險所在，咁我哋就有一套完整嘅化解防身法，幫大家平平安安化煞招財。首先，玲玲教大家一招最簡單最有效嘅個人護身法。喺8月鬼月期間，大家出門嘅時候，可以在隨身嘅手袋或者口袋入面放一個小紅包。紅包入面放3片乾淨嘅扁柏葉或者小許粗鹽，紅包代表陽氣同赤誠。粗鹽同扁柏葉喺玄學上具有極強嘅化煞、辟邪同淨化作用，可以喺你身邊形成一個微型嘅防護磁場，阻擋外界負能量同無形氣場嘅入侵。第二，關於家居風水嘅化解，喺龍兔7月初1鬼門開之前，大家可以徹底打掃一次屋企。
特別係大門口玄關走廊同埋客廳嘅角落打掃乾淨之後，喺大門口內側放一杯清水，水入面加少許粗鹽同埋一枚硬幣。鹽水喺風水中具有極強嘅吸納陰煞同淨化氣場嘅功能，硬幣代表金水生金，可以幫你守住家門，不讓外面的雜氣同煞氣進入屋企，保護全家人嘅健康同財運。第三，也是最重要嘅一點，就係保持心態嘅正能量。玄學上有句話叫心正則邪不侵，正氣存內，邪不可干。喺鬼月期間多做善事，多說好話，多孝敬父母，保持心情愉快同光明磊落。當你嘅內心充滿正能量同慈悲心嘅時候，你嘅人體光環同磁場就會變得非常強大、亮麗同圓滿。任何負能量同邪氣見到你都會繞道而行，自然就可以化凶為吉，招財進寶。各位朋友，今日玲玲同大家深入分享咗咁多2026年丙午鬼月嘅天機同秘訣，目的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提前做好準備，保護好自己同身邊最親愛嘅屋企人。命理風水唔係迷信，而係一門教我哋順應自然磁場、趨吉避凶嘅生活智慧。感謝每一位老友記耐心地陪我走到最後。聽完呢啲關乎家宅平安嘅肺腑之言，如果今日嘅分享對你有所啟發或者幫助，不妨點個讚，訂閱我哋嘅頻道，你嘅支持就係我繼續為大家揭微天機排憂解難嘅最大動力。亦都歡迎喺留言區打上平安大吉，幫自己同屋企人搭加正能量。記得開啟旁邊嘅小審檔，咁樣每一次有最新嘅玄學智慧同避坑指南，你都可以第一時間收到，唔會錯過任何改運嘅良機。願大家喺未來嘅日子裏福氣常伴，逢凶化吉。我哋下一集再見。最後請大家喺留言區一齊打上平安大吉4個字，讓我們一齊集結大家嘅正能量，祝福自己同屋企人喺2026年都可以平平安安，逢凶化吉，財源廣進，福氣滿門。多謝大家嘅支持，我係麥玲玲，祝大家平安大吉，我哋下期再見。